毋通换头路，毋通搁做前非。我看世间诶人，常常有诶半途换职业，迄款诶成功诶人较少，大概拢失败反悔诶人较侪。因为家己真久做迄项头路，做了无啥成色，看别人底创诶事业真好，才去换头路。因为放煞真侪年有经验诶头路，去做拢无经验诶代志，所以会失败。古早人也有讲，继续无经验诶事业，毋值得保守以前有经验诶事业，反悔从前诶过失，不如伫风后来莫去搁做。即句话真对，家己拢无体验，到晚年继续新事业，这必定会失败。也将前诶失败提起来念，不时靠餐也无路用。应该着10分钟足想，莫搁做着从前诶歹是第一要紧。